续来看台中线路有3个老乡亲，透早5点外烧酒出门运动，互一个啉酒开车弄一个，2个人死，1个重伤。一个驾驶弄死人，搁做伊绕跑，刷落来找朋友替伊担罪，而且已经毋是第一届啉酒开车咯，实在是有够可恶。最近1礼拜来，老大人透早出门买菜运动，已经有3个人互车来弄死。要来提醒咱的老乡亲，衫尽量穿较光色的，无上好是挂一个会闪烁的这个物件，嘛要遵守着交通的标志，也有爱随时注意来车。透早5点外，3位阿伯行过大路，因烧酒要去运动，但是无偌久，就伫咧大路lin口啉酒开车弄一个飞起，救护人员赶紧伫咧路边先急救。一只鞋子在那边，一只鞋子在这边。送病了后，其中2个人分别伫咧车祸第3天到第5天不幸死亡，另外1个虽然活命，不过暗水受伤，有瘫痪的可能。邻居3个朋友去承运，我走1年多了。死者的后生杨先生，伊讲老爸退休了后，每天拢会甲这2位朋友透早去做运动。原本是为着身体好，想袂到出意外，一家伙6月，也搁计划要去金门佚佗，所以发生这个不幸。非常恶劣，也没有叫救护车啦。互家属不满的是，小姓驾驶酒后开车弄到人，竟然搁找别人担罪。说辞前后矛盾，后来我们发现车主不是他，肇事驾驶酒测值测出来是0.51。小姓驾驶3天前，就因为啉酒开车被抓，已经是累犯，除了公共危险罪，也搁有肇事盗走过失致死。我真的很抱歉，该负责的我会全部负责。驾驶工业负责，除了伊需要负责的，也搁有事故现场这台货车，因为违规停车，所以3个老大人才会驶过车的边仔，行到大路lin因此被弄。这违规停车的车主嘛，被以过失致死喊上。早上出去的时候，可以穿戴那种比较亮的颜色，或者是有反光性质的衣物。警方特别呼吁，是因为这礼拜内，这老人透早运动或者出门，已经有3个人失去性命。这位妇人人是伫透早要去买菜，过大路被弄死，因此提醒厝内长辈，天也未光，外出的话一定爱穿色水较鲜艳，或者是会反光的衫。就算你的方向是青灯，嘛得爱先确定这红灯方向的车是毋是真正有动落来，有停车，才搁过大路。